继续来到高雄，介绍3种的美食，只要开100块，就会当互你食到饱圆圆。一种是鸡翅便当，鸡翅切鸡加上3项菜，只要100块；也有开95块，就会当食到大碗够满记的豆乳猪肉便当。另外，也有一味这个两饼饭，真受到学生的欢迎。 铁棒顶咧煎火腿，淋古早味的面糊，配料有番麦甲起司，搁卡一个包饭圆用的饭，饼饼煎甲赤赤，饼皮甲含落去，咬起来了后，卡起来切。这款一份综合口味温总版的两饼饭，分量十足，人家就买到。还蛮有特色的，然后蛋饼又是粉浆蛋饼这样，还蛮吃饱。活动的学生啊，就是因为让他们吃的比较饱，然后就突然间就想说，我们刚才有做饭团，然后让它包进去，让他们吃，结果小孩子就很喜欢吃。招牌两饼饭伫高雄的凤山，食起来有淡薄仔生，两饼包炒饭口感真特别。另外，这间伫林雅区便当店推出新菜单。 鸡翅淋豆油，特制调味料炒过了后，卡起来烂麻。旁讲讲鸡翅一个手，互你切鸡，有3项菜，好人客开100块。香香的啊，然后味道酥酥的啊，很好吃啊哈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对，因为对它的颜色、色泽那些，它分量又多 ，CP 值很高。过来看这个，只要95块，卖量有够济便当，招牌豆奶猪，皮是有够酥，铺满规个便当，看过菜甲饭。 讲到肉的分量，头家真拍手。一个女孩子吃可能量会比较多，男生的话应该可以刚刚好。100块就食得到平价美食，唔若食粗饱，嘛是真济学生囡仔甲上班族月底救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